你的波多难保佑。所以咱今仔日真欢喜吼，嘛真公平，当邀请到三号热嘉南基督教会杜仲辉牧师来做咱的 keynote speaker。做牧师伊牧会有30-40年的经验，所以会当甲咱带来一个真精彩的主题演讲。这演讲的题目叫做父亲。咱嘛请长辈大家保持安静，点点仔来听做牧师的精彩的演讲。做牧师请。我真多谢咱的长辈会咱的会长，互我有这个机会，我常常有来参加咱的长辈会，我拢听人真好的演讲，所以这次曾会长爱我伫遮有讲到父亲节的父亲，会互我真惊吓，也真欢喜，真荣幸。来讲到咱每一个人心目中的父亲，首先来对咱中间所有的父亲来讲几句父亲节的祝福，献予你无限的感激，甲温馨的祝愿，也有遐个真侪回忆。甲亲情的思念，因为父亲你慈祥无比，真好用我的话，真好表达用话来表达。祝你父亲节快乐。第二，你的眼中虽然是真严肃。总是你有真侪的温暖，伫遐爱护，真多谢你，爸爸。第三，父亲节到了，也无啥物物件通送，就送你3个情人、情人。有一个，伊讲要陪伴你一世人；另外一个讲要陪伴你伫正平倒平，还佫有一个讲要将你永远留伫心中。这3个情人的名叫做健康、平安、快乐。第四，父亲如山，爸爸，你是我背后上坚强的手棍，我爱你，世上佫无有比亲人的爱佫较珍贵。最后第五，你时时拢有真侪方法，互我欢喜。你总是上关心我的一个父亲，我爱你，我祝你父亲节快乐。父亲，那我叫我的老爸叫做阿爸，我叫伊阿爸。拄则我有听丽华讲阿爹，有个人叫伊爸，有个人叫伊爸爸，有人叫老爹。有人叫倒神，实在是拢对父亲真亲切。一句话，一出声，伊就伫遐在听。我阁有看见一寡小朋友，伊有写一寡对父亲的感谢。因为我的老爸哦，是敢若魔术师的。伊会通啊对无吼变做有啊，将目屎变做欢喜。佮有个讲，我的老爸伊是超级的偶像，
伊的一言一句，拢是我参考的对象。各位讲，我的老爸是我的大百科全书啊！伊知影天文，伊知影地理，伊无所不知。各位讲，我的老爸是我心中的超人，伊会通为着我真轻松解决大细项代志。实在对所有的父亲献上上大的祝福。请问咱知，伫世间第一个父亲节是伫当时举行，真古早，就是1909年，有一个查某人。伊做儿女的，伊叫做索罗纳·路易斯。伊参加伊的老母的教会的母亲节的纪念礼拜。伊感觉讲，咱袂通啊！伫即个世间有一个父亲节，因为伊13岁迄一年，伊的老母。生产的时阵来过世，也留落6个子女。伊的老爸 William Smart 就安尼无搁娶某，养育这个儿女，伊伫乡村的农场，就安尼做老爸搁做老母来培养伊6个囝儿。所以，这位路易斯索罗纳路易斯后来嫁予一个叫做杜德，人称呼伊叫做杜德夫人。伊就望伫世间有一个纪念感恩老爸的节日。1912年。春天，伊就开始运动，伊真努力去走总，也得到州长、市长的赞赏。就在1910年6月19，举行全世界第一次的父亲节的聚会。世界有真侪国家也是用6月第3礼拜日做父亲节。后来到最后，正做美国的国定永久的纪念父亲的节日，是在1972年尼克森总统伊所签署的文件，来定做全美国的父亲节。今仔日是8月7日，咱用咱家己的8月8号8月7日来做咱的父亲节的庆祝，更较有意义。但是前无偌久，咱也伫咧美国过了母亲节和父亲节，有一条歌我足爱唱。有可能伫咱中间也真侪人爱唱这条歌，就是咱甲父亲迄个关系，就是性命的关系。我来甲咱大家来唱一条歌，就是若是有你伫我生命，若是有你伫我生命。来，1、2、3、4。若是有你伫我的生命，我就永远袂惊吓。风雨遐尼大，风也遮尼宽，有你同在无穿。
是有你伫我的生命，我就永远袂孤单。有你相做伴，甲你斗阵行，充满温暖袂畏寒。海水落到石头的岸，你的听筒无变换。甘愿为我受尽拖磨，将我当作你心肝。海水话到石头的岸，你的听筒无变换。恩情这短，怎样感谢？一生甲你感受我，一生甲你念受我。哦，好咯，哦，还佫第二次，哦，佫唱一摆有啊，哦，佫唱一摆，来，1、2、3、4。若是有你伫我的生命，我就永远袂惊命。风雨遐尼大，风也这尼大，有你拢在无落纸。若是有你伫我的生命，我就永远袂孤单。有你相做伴，甲你斗阵行，充满温暖袂畏寒。海水话到石头的岸，你的听筒无变换。甘愿为我受尽拖磨，将我当作你心肝。海水话到石头的岸，你的听筒无变换。恩情这短，怎样感谢？一生甲你念相伴。哇，实在是安尼。哇，你唱了真好听。大家拢唱了真好听。好，这条歌，咱来思考，咱的生命甲老爸是连接做伙。我阁请问咱大家，母亲节的花叫做啥物花？康乃馨，康乃馨。母亲节的花呢？搁一位太阳花。好，我讲互咱大家听，母亲节的花是玫瑰花。玫瑰吼有几啊色啊，所以这个杜德夫人呢，伊伫头一摆会纪念伊老爸的母亲节，伊就准备白色的玫瑰花，红色的玫瑰花。你的老爸已经过往了，你就挂白色的玫瑰花。你的老爸要伫世间呢，你就挂红色的玫瑰花。这是伊的建议啦。但是咱也有真侪人讲，太阳花也好，你看卖，老爸敢若太阳哇，足重要，足重要老爸，咱纪念伊，有最也用太阳花。所以，在纪念的中间，每一个国家也是每一个人，拢叫做送，无一定是玫瑰花，无一定是太阳花。你只要表示你的心来送的花，互你所敬爱的老爸，这就是母亲节的花。那是我认为的来，过来。
我想到咱的中间真侪做老母，我想到我有一个伫关府的朋友，伊这阵不过80通，伊少年时30岁，大概30通岁，伊来美国了后，伊讲伊要去公司食头路，伊来因太太讲哦，要受公司的约束啦，上班下班。 咱来去做一点仔生意，因太太讲好啊好啊，要做啥物生意？你都还搁咧上班，我来试看卖。因太太讲好，咱来去找一间咖啡shop，所以因太太就去咖啡shop去实习，伊住伫咧旧金山，伊实习几个月了后，伊就来因太太讲，尼会使啊？ 你毋免搁去上班啊！咱来做一个咖啡小工作。当恁咧做咖啡小工作的时阵，真辛苦，因为初做生意啊，初做头家啊，但是呢，也真欢喜的心情，也要真拍拼。伊甲做30块尾啊，两个人两个囝儿，送伊去互保姆叫学校了后，两个透早，逐工。 6、7年都用伊的赛车，总共爱30分钟的路程。伫遐，伊慢先到迄个点来推门做生意。这个老某，伊老讲，回想这段时间，实在真辛苦，但是真欢喜。互伊一个人生头一个事业，伫美国来做开始。 因两人开半点这个路，中间就是一摆唱一条歌，这条歌叫做《农村节》。即摆有入来啦，咱来唱啦，春节都未了啦吼。好早就出门，一切渐渐更修好。
咱无这个单位来上做，就是自己做参考，我要拍的，按照还是无关生活的天气，我有这个地来为讲，所以我来到我出名人，有光天无晴的代志。而是乎，伊讲因外囝的面前，我是总统啊，我是明星，我真是。伊若是看到老岁的背影，伊就大，总是老母是甲囝儿面对面安尼伊若过。第三，一个父亲听过100个后事，第四，父亲甲囝儿的感情是转折无完的，父亲疼的是囝儿本人，囝儿疼的就是对父亲的回应。父亲疼的是伊这个人，囝儿伊所疼，我对老爸会晓得。爸爸是各款人无重要，重要的就是伫我的生目中，爸爸伊对我甲我是多少款的？会当作为一个父亲，上大的快乐就是伊有生之年，会通用伊家己行过路来体会。来教育伊这拢是真好，因为来对父亲讲起咱做父亲的。搁再说一个刘华姐，会当拍哪里？会当拍无声。无声。靠倒迄个西。哦，了解。好嘞。还有一个吼，实在是伟大的父亲的影片。15分钟安尼啊，来介绍这对兄囝，伊一生安怎老爸会照顾这个囝。会使开始吗？来，好，我再来介绍。还有一个囝儿，伊老爸讲，伊40几年前我的囝儿，伊拄过破病，伊是脑性脑部缺氧啊，所以医生来讲，伊这个囝是植物人，无任何不满。当时有一天，伊的囝儿讲，我的中学要为着学校一个人来募款赛跑，迄个囝儿，伊虽讲是植物人，但是伊表达出来。经过医生的帮忙，互伊透过用电脑，将伊头壳所要想所要来读册的方法，伫个电脑顶头表达出来。这个囡仔，伊15岁的时阵，伊伫个电脑对伊老爸表达：爸爸，我也要参加这个学校的迄个募款的赛跑。这个囡仔袂记当，这个老爸逐工拢用轮椅塞着伊的囝来过所有的生活，总是因为这个囝的要求，这个老爸就甲囝走完5迈的全程。走了后的时阵，这个囝叫做瑞克，伊的老爸叫做迪克。伊甲老爸讲：“我今仔日是我一世人
我毋是残废人。I feel like I wasn't handicapped。就是这句话，深深感动鼓励着伊老爸。伫20-30年的中间，这个爸仔囝参加伫美国真侪所在的马拉松比赛，因的人是一队的，伊老爸甲伊派着甲伊送，互因完成迄个马拉松。拢共因在25年的中间参加4000迈的马拉松的赛跑，实在有够侪的场合，互人真感动。就是因为这个囝，伊的一句袂晓表达的话，伫电脑写出讲：爸爸。我感觉我今仔日毋是一个残废人，因为我会通甲人做阵赛。这老爸陪伴着这个囝过着一生，两个相差岁数20几岁，这个囝即人做也50-60岁，老爸也70-80岁。应该是袂通好参加赛跑，总是这个老爸的确，这个囝的weak，伊的 last name 叫做 Holt， 会通全做真侪人的鼓励，互人真大的感动。但拄则我讲起侪。这个老爸的祝福，老爸的精神，老爸甲囝密切的联系。我过落去的时间，就是要来讲起我怀念的阿爸。我的老爸，伊名叫做杜维良，伊是一位牧师，伊也是牧师囝。所以我是牧师孙，毋是交代，是家己自愿要做。我的老爸1914年出世，伊世间活70几岁，1985年过世。伊对淡水的淡江中学。以及台湾成人，然后到日本中央成人毕业。对日本转来，25岁就受命去到台北县，即人阵的新北市高云啊，伫遐做团队师。伊到伊过身的进前。伊牧会40年，伊33岁受聘做淡江中学训导主任甲宗教主任。35岁，伊来到花莲，开始一间西定报道所。一直到退休，拢伫即间安乐教会。这就是伊在淡江中学做训导主任，甲伊大囝这倒摆伊个所在。背景是淡江中学，这我连伊再搁讲。当我即个老爸。伊上盖头前迄张好无？上盖头前迄张，第2张，过来，好，一张安尼一个贴落来，哇，这就是我老爸来到家人的西定报道所，
安乐教会，由5男2女的囝儿，忠心、忠敬、忠惠、安全、忠良、安美、忠实。啊！我看到阮老爸父这个囝儿的名字，实在有意思。伊真渴望这个囝儿、这个查甫的真忠心，伫世间做一个忠心的人。所以，就对伊个条大囝忠心、忠惠、忠敬、忠惠、忠良、忠实。伊对伊两个查某囝，望伊真安然、安美。迄个安然就是呢，出世了后得安乐教会，啊，所以呢，啊，迄个囡仔查某囝头一个，啊，生着查某囝，安尼真欢喜，安尼好安然好处。所以我即个妹妹呢，独孤贵贵啊，啊，细汉妹妹一日伊啊顶迄个，迄就是阿美，阿美就是伊纪念上帝保守伊出国来美国开会，开会倒转来。才生这个安美，对美国平安倒转，这就是伊的囝儿。啊，我就会记得我的老爸甲我讲到伊细汉的出世，因为我的阿公，伊伫个庄卡所在，就是新台北县的双溪乡，伊遐做牧师。伫咱中间的柯朴营先生，伊就是双溪教会的会友。阮的阿公，伊生了真侪囝儿，总是这3个查甫囝，伊毋望因会通继续读册，所以阿公虽讲无钱，也伊个庄脚的薪水，无办法来栽培，就去拜托马介先生，伊个囝儿马介先生的第2代，互伊个互伊个囝儿去到东港中学读册。所以我的老爸甲伊个兄哥就伫个东港中学，但是东港中学讲恁来遮读册，爱做工呢。伊两个青少年讲，啊无做工都无食饭，啊无通读册，所以阮就爱做工。所以兄弟仔伫遐真苦学，下课都爱做工，爱切窗仔门，爱摒扫。我感动着我的老爸。伊就是伫个做工的中间，来得到真侪的活力。迄个活力对倒来，看到其他的学生拢在佚佗，因为因要做工，伊甲伊的阿兄都爱切窗仔门，爱扫涂骹，我的老爸。佫互姑娘歹去，因也教室遐切遐会勤，所以伊真感动着这学校的老师来栽培，互伊有机会伫遐做苦工，佫读册，啊，佫学着会晓音乐，所以我老爸后来出来。教会做工的时阵，伊晓弹琴，伊会晓迄个叫做啥手风琴，迄就是咧学校的音乐教室内底，伊咧拉切遐个琴，啊，就拉摸，所以迄个姑娘讲，啊，你有想要学琴无？你若有时间，我就甲你教，就安尼会晓琴。会晓弹，会晓唱，这就是互伊伫个苦学中间来得到真侪的成就。后来中学毕业，伊就读12年，读
学新人伊也去到日本的新河遐留学。伫日本新河留学的时，伊的老母阿嬷来讲哦，要通啊，互你啥物物件，只要你成本够用就要紧。就是你衫仔裤穿好烧，然后拍一领拢知，拍一领米酒皮，放伫个布袋内底，互伊炸起，搁举一支雨伞，安尼2年了后，在日本新河新人伊毕业，转来到台湾，在25岁的时阵，就互人派去到高文啊的教会伫遐工作，互伊会通啊人生第一个工作就是去高文啊。迄当阵的高文啊真兴旺，是安怎兴旺呢？因为高文啊边仔有啥物物件？有一个金矿，或者金龟树，所以我老爸到迄个高文啊了解迄个情形，真侪人伫遐做探勘，真侪人来到迄个所在徛起，伊伫遐结婚了后，就伫教会工作。咱拄仔有看到阮专家迄个相，迄个相的下骹有写一个日子，是我对细汉真爱的日子警告，就是8月初2。8月初2也毋是阮阿爸的生日，也毋是阮阿母的生日，咱拢知。迄翁仔某拢会选一天真重要的日子伫纪念。啥物日子？结婚的日子。原来我的老爸伊结婚是咧8月初2，我毋知影。咱伫庄脚也是伫台湾的人，伊的结婚会选伫咧8月结婚。8月是啥物月呢？8月的农历是7月。7月是啥物月？7月是几啊月？但伫迄几啊月结婚，伊哪会要选迄一天？我嘛毋知。伊讲呢，我用古早迄个结婚的桥，哦，我老爸行头前，后壁的人跟叫，安尼结婚，要互人知影讲，迄个为什么要选这个日子？是因为因的宗教信仰无共，有信仰的挖苦，伊伫个迄个日子，都会通过着真平安。咱伫教会拄小节的中间，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。伊伫遐牧会，真侪人去到教会。迄个教会是细细，差不多120个咧聚会。因为来信仰所有人，甲真侪人来遐做工。我老爸伫个教会佫开英文的课程。所以真侪人去教会，伫到迄个教会坐100几个人，就安尼，日本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即要结束的时阵，我的老爸，互日本政府甲伊注意着，甲伊注意讲，伊日本的精神迄当阵有真侪教会，政府拢要求你伫教会甲公共场所，拢爱下一个神位。迄是啥物神位呢？日本皇帝的神位。所以警察就来要求，伫个礼拜堂下日本神位，下伫一所在。我老爸伊不服从，伊拒绝，甚至伫个客厅，伊也无要安尼互伊摆。到最后，
因为伊有开查经班，有开英语班，啊，我无要听日本皇帝拜迄个神位，所以日本警察就来点名做记号。伊常常去到外口山顶，伫遐伫灵修、伫想、伫祈祷的时阵，都有人来跟踪，后来做记录。伫咧日本战争即要结束的时阵，咱抓去，来挂一个名叫做间谍，甲美军联络的间谍，去到山顶拍电报互美军，拢从迄个美军的垃圾号咧听，佮教英语，所以就真做日本的战俘。伫遐受审判的时阵，伊的确有爱死，总是伫审判中间，因着伊的身躯的艰苦，伊有着肺炎。虽然竟然对监狱拖出来的时阵，伊就伫遐昏倒。所以日头日本要审判的时阵，袂通啊完成。伊只有祈祷，讲上帝啊，你若留我的活命，互我会通继续活落去。我要一世人赔命，为着你做工。若是我的老爸伫遐继续日本审判，以及结局都无有我，总是上帝，互伊有一个生命的改变、决心、忠心伫主。日本皇帝投降了，足奇妙，所以伊就转到高文啊的戏园的门骹口，伫遐做出伊的见证。后来转来到高文啊的时阵，拢无人啊，因为战争，因为牧师互人抓去关，爱互人审判，牧师是间谍，所以唯有走了了。伊受到淡江中学的聘请，但是经过2年，伊阁受家人的西定部队所的人来邀请到家人去工作。家人的后车头就是安乐区，伊伫遐开始工作，伫迄个社区做真好的工作。免费幼稚园，拄则都有免费幼稚园，免费的英语 ABC 班、英语的辅导班，到最后，伊伫安乐教会30年的工作，也是伊人生40年的工作退休。这间教会也真做伫家人上大间的教会。常常举办联合的布道会联会，伊伫安乐的工作，佮开设5间教会，互我看见我这老爸伊所做，伊将教会开放24小时，互人来教会图书馆读册。伊做家长会长，伊互国小无礼堂。互礼拜堂成做国小的所有活动的所在，这是我所纪念的老爸。咱每一个人，拢永远感念咱的阿爸，伊生咱，伊养咱，伊教咱，伊疼咱，到永永远远。我用一段时间。我有机会向大家介绍我心目中永远纪念的老爸。多谢大家，互我有这个机会。咱多谢牧师精彩的演讲。我听了这个牧师的演讲了，我有一个感想，因为我是原来一直拢是讲
世界上伟大是咱的妈妈，因为经过10个月怀胎，加身上痛苦，所以我讲妈妈的伟大是实际上真真实实的伟大。但是咱做爸爸的嘛是真伟大。咱美国6月每第3礼拜是咱的Father's Day，咱台湾阳历8月初8咱的爸爸节，咱有2个爸爸节，所以咱是真伟大。但是我讲这伟大是表面上伟大，但是听了牧师的演讲了后，我才知影讲，哦，原来世界上原来有实际上足伟大的爸爸，来甲大家勉励。台湾中杯。